嘛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今仔日是开工日，但是这个太阳日头煞来收工，一透早就乌阴就咪咪啊雨。所以来有强烈冷气团导南，气象局针对着北宜县市来发布着低温的特报。为打尾仔开始到明仔早起，北部甲东北部有北宜县市可能会落降到10度以下。若北部甲东部有低阵雨，不过到拜五的日时头啊，天气就搁回转来咯。另外，这个菲律宾东边的热带扰动已经发展做热带性的低气压，未来有可能会发展做今年头一个风台，或做导关。不过对台湾未有直接的影响。祈祝年冬收成好，游子都平安，牛市都旺，锐不可当。股价上扬。头家带全体员工开工拜年，比牛的手势影响新的一年。不过一透早天气就无好，气象局讲，刷落来几天气温会继续下降。预计这波冷气团在周五的清晨将会带来各地的最低温。预计在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，低温将普遍下探到9到11度，其他地区也只有12、13度左右。受大陆冷气团影响，北部、东北部气温下降。拜三北部地区依时高温17度，刷落来逐天愈来愈冷。拜四中部以北、宜兰花莲地区依时高温17到19度，东半部、中南部地区上低温15度。拜五上冷，中部以北、宜兰花莲上低温9度到10度，南部台东13到16度。另外，菲律宾东方海面有热带扰动，气象局讲未影响台湾。在今天到明天会逐渐朝西北西方向移动，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这个趋势。而在周日通过菲律宾南方群岛之后呢，会朝西北的方向移动，进入到南海。开工头一天天气无好，落海的民众拢穿甲真少。不过新的一年也是希望会当事事顺心。